好啦，如果你想要穩定嘅自信同埋安全感嘅話，你係必須開始療愈你嘅內在小孩嘅。點解呢？喺隔離呢一段靜止面孔實驗裏面，你見得到一個媽媽正在同 BB 仔正面咁樣交流緊嘅。BB 指向邊個位呢？媽媽就望向邊個位，而呢個行為都係有效調節到 BB 嘅神經系統，令到 BB 感覺係被看見、被聽見，安撫到佢嘅情緒。然後睇下實驗嘅第二部分啦，你望得到個阿媽係特登目無表情地對住個 BB 嘅，你會見得到個 BB 越嚟越唔舒服啦，手指指阿媽佢都唔理佢嘅，跟住個 BB 就出現咗好多抗爭性嘅行為，嘗試攞翻阿媽嘅反應，但係阿媽都唔理佢。你會見得到個 BB 嘅情緒開始崩潰，係咁喊，因為佢嘅需求冇被滿足到。最後第三部分啊，你見得到阿媽重新翻嚟啦，重新建立翻充滿情感聯繫嘅交流，個 BB 再次放鬆，再次得到翻安撫，開心翻晒。重點係乜嘢？好多人嘅童年都係經歷過第一、第二部分嘅，但係當阿爸阿媽某一日因為某啲嘅原因忽略咗我哋嘅時候，滿足唔到我哋嘅情感需求嘅時候，我哋嘅神經系統就會開始冇人幫我哋做調節，令到我哋出現焦慮啊，或者各種嘅反叛行為。今時今日都仍然維持住呢種冇自信、冇安全感嘅狀態。咁所以如果你想有翻力量嘅話，你係必須同你自己內在嘅小孩重新建立關係，學識點樣安撫嗰一部分嘅自己，關閉翻以前嗰種嘅心理空洞，咁我哋就能夠療愈自己，重新有翻自信心啦。